巴西納一直被視為新加坡最宜居的濱海城鎮之一，兼具城市便利與海濱休閒生活方式，以 Pasir Ris MRT Station 為核心。該區域擁有完善的交通網絡與成熟的城鎮配套，包括白沙購物中心、巴西納巴士轉換站，以及附近的 Pasir Ris Park 和 Downtown East 等休閒娛樂設施。隨着未來 Cross Island Line 的開通與城鎮更新計劃的推進，步行10分鐘內可到達巴西納地鐵站的私人公寓，在仍然深受自住買家和投資者的青睞。以下是巴西納地鐵站附近最受歡迎的5個公寓項目，這些項目憑借優越地段、穩定的租賃需求、優質設計和長期投資價值而備受關注。Pasir Ris Park。Pasir Ris Park 是該區域最具代表性的全新綜合發展項目。項目位於巴西納市中心，直接連接巴西納地鐵站，集住宅、零售商場、社區廣場、巴士轉換站及公共設施於一體。項目約有480個住宅單位，戶型從1房到4房不等，設計現代實用。最大優勢在於與地鐵站無縫連接，居民可以輕鬆前往市中心或 Changi Airport。此外，隨着巴西納市中心重建計劃推進，未來將引入更多零售、餐飲及醫療設施。Coco Palms。Coco Palms 位於 Pasir Ris Grove， 步行約6分鐘即可到達巴西納地鐵站。該項目於2019年落成，擁有超過900個住宅單位，以度假式設計和大量綠化景觀著稱。項目深受年輕家庭和租客歡迎，原因在於其靠近地鐵站、巴西納市中心以及 Downtown East 等生活娛樂設施。小區內設有多個泳池、健身設施及休閒空間，為居民提供高品質的生活環境。The Nest。The Nest 位於 Pasir Ris Grove， 距離巴西納地鐵站步行約9分鐘。項目於2017年落成，擁有超過900個住宅單位，戶型寬敞，非常適合家庭居住。該項目以地中海風格建築設計著稱，並配有大面積園林景觀，居民可以享受完善的設施，包括多個游泳池、會所、網球場及休閒活動空間。較大的單位面積也吸引了不少外籍租客。The Palette。The Palette 位於 Pasir Ris Grove， 步行約9分鐘即可到達地鐵站。項目於2016年落成，共有800多個單位。該公寓採用現代建築設計，社區環境規劃完善，包括園林花園、泳池、健身設施及休閒空間。其位置接近巴西納市中心，居民可以方便地前往購物中心、餐飲及交通設施。Siesta。Siesta 是一個以海濱度假風格為主題的公寓項目，位於 Pasir Ris Drive 3，步行即可到達巴西納地鐵站。項目設計靈感來自海濱度假村，擁有層疊式泳池、景觀平台和寬敞的公共休閒空間。其最大吸引力在於獨特的生活方式，居民可輕鬆前往 Pasir Ris Park 及海灘，享受騎行、散步和水上運動等休閒活動。巴西納公寓的長期發展潛力，隨着 Cross Island Line 的建設，巴西納地鐵站未來將成為重要的地鐵換乘站，進一步提升區域交通便利性。這將加強巴西納作為新加坡東部交通樞紐的地位。加上海濱生活環境、完善的社區設施以及靠近樟宜機場、淡賓尼區域商業中心等就業區域，巴西納地鐵站附近的公寓預計將持續受到買家和租客的青睞。如果你並希望了解更多項目信息，請立即致電我們。我們是來自 PropFinder SG 的 Money 和 Andomall。